美国的总统大选剩无到一个月，根据着美国的民调网站显示，Trump 击败了后，上新的民调犹原输拜登。就算有一寡所在对 Trump 犹原是正支持，不过，就学者认为讲，Trump 的身体状况影响着选民对伊的防疫表现甲态度，也互选举的结果搁再变更较侪变化。 美国总统大选剩无一个月，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这个卡刀去挖到新型冠状病毒，外界就有人怀疑这是 Trump 的苦肉计。不过学者认为，伊出这招的可能性无悬，因为爱承担正大的风险，也会严重影响到伊的竞选行程。民众对他不会因为是染疫而觉得应该同情的投票给他，反而会从他身上去追究说，那为什么美国疫情如此的严重，不就是川普他没有好好去控制疫情所造成的结果吗？根据美国民调整合网站 RCP 10月初4上新的民调显示，川普有关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而且阁输8.1%。学者认为，川普若要并盘，恐惊有难度，立场较活中的州会是关键。川普就希望这些小党说不定会愿意就是来继续他们的始终者会就是投党不投人，能够在这个摇摆州，譬如说宾州啊或者。 Wisconsin 或者 Michigan 能够赢，这种不无可能。学者表示，美国这摆选举因为疫情、美中贸易战和种族歧视的事件存在未少变数。不过，川普伫咧4个立场较活中的州，民调平均拢领先拜登1到5%，有要活4成的铁票，支持伊守护传统的价值观和重视社会特殊的主张。到底大选的结果如何，就要等11月初3才通知影。记者闵景婷有随台北报道。